我係袁思偉，我係香港男子排球代表隊嘅隊長，亦都係而家嘅小學老師。開始其實就係我細個踢波先嘅，咁我係小學踢波啦，因為爸爸以前踢波嘅，咁就去到小學其中一堂體育堂，咁當時嘅體育老師就教打排球喎，咁啊應該見到我當時好似都幾有天分喎，玩得幾快上手，咁就邀請我不如喺學校開設一個排球隊啦咁樣，咁其實最初步就係咁樣接觸咗排球，咁係小學5年班嘅時候。咁跟住都係玩下，純粹打校隊。咁去到中學咁啱入到一間中學咧，係有排球隊嘅喎。咁啊一路加入啦，直到去到中3、中4就會開始去到球會嘅接觸排球啦。咁之後就一路打到而家啦。細個其實都已經好想加入香港隊㗎啦。咁無論係少年隊啦、青年隊啦，或者而家嘅成年隊啦咁樣。咁其實係當初喺中學嘅時候咧，我去香港隊嘅少年隊嘅選拔咧，係初選名單都入唔到嘅。咁係去到大學1年級嘅時候，咁啊再有香港青年隊嘅選拔啦。咁我當時先第一次入選香港青年隊。咁之後就打咗幾個國際比賽啦咁樣。咁去到大學臨近畢業嘅時候，其實都未入到香港成員代表隊嘅。咁係去到我出嚟做嘢嘅第1年啦，跟住就正式加入咗香港代表隊。咁嚟到依家都喺香港隊打咗第7年啦咁樣。我喺香港隊就係打一個二傳手啦 setter 啦，咁最主要係組織攻勢啦。我係由頭到尾都係打 setter 嘅，由第一日打排球嘅時候，我印象中裏邊我已經係主要擔當呢一個角色。冇特別好想試其他位嘅，不過可能有時唔係一個正式嘅比賽，去玩一啲排球比賽嘅時候咧，就會打下唔同位嘅。咁但係自問嚟講，呢一個角色都幾適合我呢一個性格嘅，可能喺組織個協調。球隊嘅協調啦，同好多人嘅溝通啦，咁我覺得打 setter 都幾配合我嘅性格，可以發揮到我嘅領導能力。如果你話喺香港咁玩排球咧，就冇乜特別困難嘅。即係你肯自己去放工去打下練下波，已經可以參與本地嘅比賽啦。或者可能本身條件好啲嘅，已經參與到相對高少少水平嘅比賽嘅。咁但係如果作為香港代表隊嘅運動員嚟講咧，嗰個最大難度的確係我哋要平衡生活同埋日常嗰個訓練啦。因為我哋冇乜幾多個可以好似全職運動員咁投入落去呢一個香港代表隊度，因為可能大家都知道嗰個資助相對比較少啦，根本就唔能夠應付日常嗰個開支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一定要為一份全職去配合我哋所謂嘅全職訓練，即係返兩份全職嘅工，先可以做到一個香港排球運動員咯。咁我覺得呢個係最大挑戰嚟嘅。咁因為香港未有一個職業級別嘅水平嘅比賽啦，咁樣大家打嘅都係好有趣，就係因為啲朋友會問打香港甲1係原來冇錢㗎，咁佢哋係唔相信嘅。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嘅，因為香港打甲1，無論你打個冠軍級別都好，都係1毫子嘅人工都冇嘅。咁可能呢個對於大家喺香港打波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困難。做一個老師其實本身唔係諗住特別去參與教育工作嘅，主要係因為自己真係好中意運動呢樣嘢，咁所以去到中學臨尾準備要揀大學學科嘅時候，就二話不說咯，頭3選擇都係揀體育咯，因為最相關運動啊嘛，咁所以就漸漸就踏入咗呢個體育教育嘅行業咯。喺呢間學校裏邊，應該大部分學生都知我係香港排球隊嘅成員嚟嘅。可能有電視有睇到啦，或者因為我有教學校嘅排球隊啦，咁所以佢哋有時候會嚟睇本地嘅甲1比賽嘅，咁佢哋都會到場支持。咁所以呢一個信息就傳播得好快嘅，咁所以就全校基本上各個學校嘅同事啊、學生啊，甚至乎其他職員都會知。
作為學校嚟講，我諗我好幸運嚟呢間學校都好支持我去參與香港代表隊嘅比賽。咁其實都唔係淨係香港代表隊比賽，本地一啲球會比賽咧，其實好多時都好支持嘅。佢哋嘅支持就唔係淨係行動上嘅支持啦，是言語上，譬如同事之間啊，佢哋都會我有睇你打比賽喎，咁樣其實呢種支持都已經對我哋作為運動員嚟講係好緊要嘅。咁如果實質性嘅支持就係譬如我哋有時去代表出去打波要請假，學校都二話不說都會幫手岌頭啦、應承啦咁樣嘅，咁就去做一啲額外對佢哋嚟講係額外嘅行政工作，去幫手完成呢一件事。投身咗教育工作之後咧，接觸到唔同人啦，學識同一啲年紀比我細嘅人去相處啦，咁亦都認為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喺球隊裏邊。咁所以我覺得我喺呢個身份裏邊，令到我有呢個能力去做一個協調嘅角色。我諗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包括我喺隊內嗰個領導能力啦，同人哋嗰個日常溝通啦。對於我哋嚟講係一段時間去適應返全職工作同埋去擔當香港隊運動員嘅身份嘅，因為一來時數啦，時數就係我哋日常返工至少講緊做嘢做得快手都要8至9個鐘，咁去到放工食個飯其實都已經6、7點，咁所以我哋一般訓練就係一係就7點至10點，一係就8點至11點，咁可想而知嗰個時間對我哋嚟講係好緊湊嘅，咁所以我哋喺身體上啦，我哋要去應付呢一個咁高強度嘅生活咧，係要一啲時間去build up 好自己嘅身體嘅，否則因為肌肉啊或者心肺功能都頂唔順嘅話咧，其實好容易受傷。另一方面就係心理上啦，咁我哋因為知道好忙啊，對於呢個時間表，對於可能大部分都市人嚟講都覺得好密密麻麻喎，呢個時間坐喺度唞一唞都冇機會，咁所以都要適當時候為自己唞一唞氣嘅，可能食完個飯真係喺個梳化度攤15分鐘或者至到半個鐘咁樣，令到自己叉電先再去起步又去練波咁樣。講翻喺準備大型運動會之前啦，咁喺全運會之前其實就基本上每一日都係返工放工啦，然後就係直接去練波㗎啦。一個禮拜7日裏邊都有5日嘅訓練，或者甚至乎6日啦。咁有時候夾雜會禮拜6日係有本地嘅比賽添嘅，咁所以都係返工放工，然之後就係打波瞓覺。關於心情，我覺得係真係需要好靠自己去調整一下。有時候真係會練到覺得好攰啊，可唔可以唞一日啊咁樣？有時真係會有呢個掙扎嘅。咁但係我認為去到呢一刻就係我哋可以盡力幾多就幾多咯。因為我哋比起一啲職業隊已經練得少㗎啦。咁既然想打好嘅話，就真係唔好錯過每一課嘅練習咯。咁我覺得呢個位係令到我有效咁樣調整嗰個心態，去到正面啲去應付一啲訓練咯。即係有時唔當佢一個負面嘅訓練咯，真係盡量自己爭取一啲我想打好成績，可以去點樣練好啲啊，或者投入啲去練啊咁樣，咁就會令到個心情好啲。咁我覺得打排球都係嘅，唔係淨係一個訓練咯。可能對我嚟講係一個釋放咯。有時候返工你都唔會好似可以喺球場咁大嗌啊，咁多嘅表情啊，咁放肆啊咁樣。咁我可能訓練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渠道嚟。至於運唔運動員呢個，我哋好冇刻意去定義啊。因為坦白講，去到我呢刻，可能外界都覺得我係排球運動員，咁但係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都只係一個小學老師咯。咁所以屋企人冇特別話支唔支持我去做一個運動員呢樣嘢。咁但係去到打球會比賽啊，打香港隊比賽，咁佢哋都好支持呢件事嘅。係啊，論呢個身份嚟講，我哋係業餘嘅，係啦。咁但係落到場打嘅時候，就真係一個全職嘅心態去打啦。咁大部分人現役嘅香港隊啦，大部分都係一個大專生啦。咁佢哋可以休息嘅時間相對多嘅，咁所以佢哋可以好全心全意去參與訓練啦咁樣。咁亦都有少部分好似我咁樣就會有一份正職嘅。咁所以打排球嚟講，可能我唔會話係業餘咯，係返第二份工啦。有時如果打香港隊為例，喺香港做運動員本身都係難㗎啦。我會話喺香港做一個團隊運動嘅運動員更加難。
因為可能我哋知道做一個個人運動嘅運動員，佢如果屋企可能有啲經濟上嘅支持啊，可能可以好大程度投資落佢嗰個運動發展度咧，佢相對有成績嘅機會係大啲嘅。咁但係我哋參與排球運動係一個團隊項目，基本上你一個人勁咧係打唔晒嘅。咁所以最大嘅難度，我覺得反而係香港係參與團隊運動。所以我哋會留意到，可能香港嘅團隊運動咧，相對冇個人項目咧發展得咁好嘅，喺嗰個國際視野上面睇到。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大嘅難度咯。我諗而家嘅香港排球，我以男排為一個標準啦。咁我認為係越嚟越進步嘅。嗰種進步係無論喺各個水平、各個組別、甲、乙、丙組各個組別都係提升緊嘅。另外參與嘅人次啊、人口啊都係多咗好多嘅。可能關幾年前一啲劇集啦，又或者一啲直播嘅元素啦，咁帶嚟好多人開始接觸咗排球。咁越多人接觸就越多人去打，越多人打嘅時候就令到嗰個競爭提高咗，就個水平會提升咗。咁我覺得係越嚟越好嘅。至於再接近啲一啲高水平，例如我哋講嘅職業級嘅水平咧，咁係有啲差距嘅。嗰個差距未必係淨係來自身體質素，真係來自嗰個訓練時數。咁其實而家香港隊嚟講咧，越嚟越接近嘅，咁但係仍然有差距咯。香港隊而家嘅訓練比起以往嘅香港隊咧，我諗冇雙倍都起碼多6-7成㗎啦，比以往。咁所以嗰個時數係追趕到其他職業隊少部分啦，咁所以嗰個打出嚟嗰個水平就會好過以前咯。同思偉以前一齊喺細個嘅時候喺青年隊一齊出過一齊比賽，咁就嗰陣時就識咗袁思偉，咁之後隨後就思偉就加入咗龍隊啦，咁之後就一齊喺球會同埋現時嘅香港隊一齊打波。都係大學嘅時候可能有對過啦，咁之後佢因緣際會之下轉咗過嚟龍隊，咁我哋就順理成章做咗隊友咯。係啊，我諗我哋其實大部分球隊嘅隊員都係由大學開始，咁可能就多啲時間打波啦。咁出嚟做嘢之後都有好多都可能唔要做嘢就嚟唔到打，但係我哋大部分其實都係全職嘅人士咯。覺得大家都好熱愛呢個運動，因為尤其是當你大學畢咗業之後啦，就要開始出嚟社會工作，咁基本上每一份工都係朝九晚六，咁隨後之後仲要犧牲自己同屋企人相處時間啊，又或者係犧牲同另一半夜晚相處嘅時間去抽空出嚟練波，咁大家都好熱愛呢個運動，好堅持，咁所以我好佩服同埋好敬佩佢哋有呢一個嘅咁熱血呢個心，可以繼續堅持打排球到打到而家嘅。我諗唔係淨係打甲一係咁嘅，打各個組別嘅人嚟講，喺我嘅觀察底下，香港打排球嘅人好多都係純粹出自嗰個熱愛咯，好中意呢一項運動啦，好中意參與喺其中咯。就算好多人初學或睇完動漫啊、睇完電影啊咁樣嚟初學都去報名打比賽，就係純粹係熱愛咯。所以我覺得唔係淨係喺最高水平嘅甲一嗰班球員係咁諗嘅，我覺得大部分香港打排球嘅人都係咁諗嘅，都唔係諗職業係一條出路嚟。排球對我嚟講，我唔覺得佢純粹係一個興趣嚟嘅，亦都唔係一個習慣嚟嘅。咁可能係佢帶俾我好多個方面嘅嘢，譬如我嘅職業都係同排球有關啦。可能因為我嘅排球嘅成就，得到呢份職業啦，亦都得到好多其他嘅支持啦，咁樣。咁我覺得排球對我嚟講係，我會形容為生活一部分咯。咁但係我又好難定義佢係算係一種興趣啊、習慣啦，定係我份職業咯。其實好老實講，嗰啲目標可能大學嘅時候已經可能得到咗啦，例如代表隊啊，或者出去比賽，咁其實都可能有得到咗一啲目標。咁聯賽冠軍我哋其實都攞過好多次。咁其實而家再一齊打波都未必係再因為一啲咩物質上嘅嘢啦，反而係大家感情啊，或者繼續落去堅持落去嘅原因咯。
咁喺排球場上面就最容易睇到自己嘅情緒。咁同一時間，排球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舒壓嘅一個地方，即係可以喺球場上裏面度盡情去打波之餘，亦都冇乜空間去諗生活嘅嘢。咁所以排球對於我嚟講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講到放棄打排球又真係冇嘅，不過可能有時候好挫敗係會有嘅。例如我細個真係會唔入選啦，嗰種唔入選係唔係話去唔到最後比賽嗰12個人或者14個人，係連第一個階段40幾人個大名單都入選唔到，係會有啲挫敗嘅。當時諗唔係我嘅能力都 OK 啊，咁點解我第一 round 都入唔到啊？係咪因為我唔係讀名校啊？咁樣呢啲心態都會有嘅，當時係比較挫敗嘅。咁不過經歷咗多啲之後，或者睇多啲呢個排球圈裏邊咧，咁就會發現其實堅持一下都應該可以冇問題嘅，咁最終就可以好似而家咁樣打到呢個成就啦。其實一開頭一做嘢嘅時候就可能會有少少，因為覺得好辛苦，又或者係大學嘅時候其實打得太多，咁變相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就俾咗個藉口自己，咁可能就唔想打咁多波啦，咁啊唔想打咁多，但係慢慢做完嘢可能又想做翻運動，打翻多啲波，見多啲隊友，所以就可能啱啱出嚟做嘢會比較辛苦啲咯。但係耐咗，可能習慣咗，唔打反而覺得唔舒服。排球對於我嚟講，可能係見下啲隊友啊，或者一齊有一個目標去奮鬥下咯，而唔係淨係翻工放工。咁當然都會有屋企人啦，咁但係屋企人都支持嘅話，其實一齊打波都係好開心嘅事咯。我冇去特別思考排球有幾吸引，純粹玩嗰刻覺得幾好玩，同埋有帶嚟一啲平時日常攞唔到嘅滿足感嘅。可能我哋打到某一個水平嘅時候，嗰種滿足感可能我哋會記一世，咁所以就 keep 住會打落去咯。最 enjoy 係邊一刻？呢刻暫時諗唔到，不過好多個時刻都覺得幾 enjoy 嘅，例如一齊去練波，例如練波嘅時候嗰種滿足感，練完之後嗰種滿足感。咁好開心，一定係贏一啲好緊要嘅比賽嘅滿足感啦。譬如捱完一年之後，最終贏到一場好緊要嘅波，咁嗰啲 moment 我諗都係最 enjoy。以近期嚟講，我諗印象最深刻就係全運會嘅比賽。全運會我哋3-2贏到天津隊。咁天津其實以前係一路喺國內裏邊有一定能力嘅強隊啦，咁樣。咁呢一場比賽雖然我哋贏咗，都冇話帶嚟我哋可以小組出線入到全國頭8名。咁但係呢一場比賽就引嚟好多關注咯，因為始終對面係強隊啦，而我哋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比分啦，3-2去贏呢場波。咁所以引嚟嘅關注令我都幾深刻。作為觀眾啊，我首先推介大家入場觀賞先，因為自問咧睇電視比賽，就算嗰個電視直播有幾清都好咧，都感受唔到嗰個現場嘅氣氛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有興趣嘅話咧，真係可以入場支持下香港本地嘅排球甲1聯賽啦。例如去到總決賽咁樣，咁會有鋪咗好靚嘅地氈地啦，就唔係平時體育館地下花晒嗰種地。咁其實已經感受到嗰個氣氛係好唔同㗎啦。譬如有入場嘅儀式啦，每打完1分有啲特別嘅音樂效果啦，咁樣我覺得嗰個氣氛係好令到觀眾嗰個投入度嘅，就唔係純粹話球賽裏邊嗰個球技啊，最終嘅勝負啊咁樣。思偉其實係一個佢可能平時講嘢唔多，但係佢會默默耕耘，佢對自己要求好高嘅。咁但係佢除咗佢對自己有要求，佢都會好自律去做一件事咯，都會好幫助啲隊友啊。尤其是我哋都比較多一啲年輕嘅隊友，佢都會盡量提點下啲隊友，咁都係一個領袖嘅角色咯。佢係一個好沉實、穩定，同埋係一個好顧全大局嘅人。因為佢佢自己喺球場上面嘅位置都係二傳手啦，咁同佢嘅性格，我覺得係非常之吻合。咁佢可以通常顧全大局啦，喺球隊亦都可以去充分喺唔同嘅關鍵時刻裏面都分波俾唔同嘅隨手去得分啊，又或者係有好多嘅球場上比緊賽嘅時候，亦都有好多策略性嘅分波出嚟。
咁同現實中嘅佢亦都好相似，好沉實穩定，亦都係好穩定型嘅一個球員。做全職運動員，我時時刻刻都諗嘅。咁不過可能現實生活咁啱有啲際遇上嘅唔同啦，咁所以就一路都未有機會去踏足呢一條路咯。咁但係心裏邊其實一路都想去有全職呢件事嘅。咁係啦，咁所以期望睇下，唔知之後仲會唔會有可能發生呢件事。應該話我未退役嘅呢一刻，都仍然有做排球教練嘅。係啦，咁不過參與嗰個投入度就冇參與運動員呢個投入度咁高嘅。咁我諗我喺退役之後都會繼續發展我嗰個排球嘅事業嘅，可能喺教練方面都會着手啦。咁不過喺呢刻仍然係想做球員多啲嘅。咁所以未係去到好積極話我一定要做一個排球教練嘅時刻嘅呢一刻。短期目標我諗，因為嚟緊個賽季就去返本地嘅比賽啦，咁所以個短期目標就係喺球會級別嘅比賽攞到好嘅成績啦。因為我哋球會過往3年都攞到本地嘅總冠軍，咁係有一定嘅壓力去繼續攞呢個殊榮嘅。咁希望喺嚟緊短期就係為球會打好本地嘅甲1聯賽啦。咁長期就雖然話就話長期都唔算好長期嘅啦，因為喺嚟緊嘅26年啦，喺6月開始已經有一定嘅數量嘅國際級比賽啦，有啲亞洲錦標賽啦、亞洲杯啦，咁同埋嚟緊好緊要嘅名古屋亞運啦咁樣，咁所以長期目標就係返香港隊嗰度，希望可以繼續為香港隊效力，同埋好似喺全運會咁都打到好成績。如果同10年後嘅自己講一番説話，我會諗應該我會講我堅持到幾耐就幾耐，希望喺打波嗰條路上，好多時朋友都會問你諗住打到幾時啊？咁我好多時都係一個答案嘅啫，就係打到教練唔揀我為止啦咁樣。可能幾年後我會轉一轉嗰個諗法嘅，咁但係呢一刻我至少仍然係咁樣諗啦。咁所以希望自己身體仍然應付到嘅時候都堅持多一陣啦。